呢一集唔係普通 AI 新聞清單，而係到2026年6月21號再睇前沿實驗室條主線、記憶、模型、政策同入口，點樣一齊改變 AI 產品。如果只睇單一發布，好容易覺得碎片化，但將幾條消息放埋一齊，就見到下一代助理其實喺重新定義。今集我會用9個段落講晒，由 ChatGPT Memory 到 Gemma 本地模型、Luchat Grok Gateway，再到上市同監管壓力。重點唔係邊間公司贏，而係前沿實驗室開始由模型能力競賽走向長期記憶、分發入口同高風險治理。第一個主角係 OpenAI 嘅 Dreaming Memory， 表面係 ChatGPT 更記得你編號，實際係 AI 產品開始有時間感。以前 Assistant 多數係一問一答，而家記憶系統要處理編號、上下文、新舊資訊，仲要避免記錯同過時。OpenAI 呢篇官方文章提到幾個方向，跟住編號，帶住前文，保持近期性，同埋為未來打更可擴展嘅基礎。呢個方向代表 AI 助理唔再只係答得快，而係要知道你長期做緊乜，最近變咗啲乜，同邊啲記憶應該淡出。對用家嚟講，最大價值係少咗重複解釋；對企業嚟講，就係 workflow 可以由一次性探變成長期合作關係。但記憶亦都係信任問題，你要俾模型記住嘢，就一定要知道佢記咗乜，點樣更新同點樣刪除。所以 Dreaming 唔只係功能更新，亦係下一代 AI 產品嘅底層競賽，邊個可以安全地累積個人同工作上下文。如果記憶做得好， Assistant 會由工具變成長期拍檔；如果做得差，就會變成私隱、偏見同錯誤延續嘅風險。所以第一條主線好清楚， AI 實驗室唔止鬥參數，仲要鬥記憶架構、控制權同長期信任。第二條主線係模型推出嘅政治壓力。有報道話美國新 AI Order 可能影響 OpenAI、Google、Anthropic 推模型嘅節奏。呢類 headline only 消息要保守處理，唔可以當成落實規則，但佢反映嘅方向就係前沿模型越來越似公共基建。當模型可以影響教育、醫療、金融、網絡安全，政府自然會問，推出之前需唔需要審批、測試或者披露？實驗室角度就相反，如果審批太慢，創新會被拖低；如果披露太多，有可能暴露安全細節同商業機密。所以我哋應該睇嘅唔係單一新聞，而係新常態，越接近 frontier， 越需要外部治理同內部安全流程。呢個會直接影響產品節奏。以後大模型發布未必係技術準備好就出，仲要睇政策、風險評估同市場承受力。對觀眾最實際嘅啟示係，未來 AI 更新可能更分階段、更地區化，亦更強調安全評估報告。第三條主線係 Google 斜線 Gemma。Source 入面有 Gemma 42B 同 Hugging Face Metadata， 重點係本地同開放分發。如果大模型一直只喺雲端，咁入口就由幾間平台控制，但可以落到 laptop 同企業內部，就代表選擇權開始擴散。Gemma 呢類模型未必每項能力都贏閉源模型，但佢嘅價值係部署、私隱、延遲同成本可控。當開放模型夠好，企業就可以將部分 workload 放返自己環境，將高敏感資料留喺本地。Hugging Face 上嘅 metadata 顯示 ，Gemma 42B Assistant 類模型已經係恰上一個實際分發節點。前沿實驗室而家唔止係發 paper 或 API， 仲要考慮模型點樣被下載、微調、量化、部署同監管。同時間 ，NVIDIA Nematron 呢類大型 hub release 亦提示模型競賽會同硬件、生態同開源平台綁得更緊。所以第二個啟示係，閉源大模型仍然強，但開放同本地模型會迫使平台喺價格、速度同可控性上競爭。第四條主線係 Mistral Luchat。Source 話佢加入 voice 同 research features， 呢個方向好值得留意。我會保守咁講，呢個係 headline level 信號，但佢符合整個市場趨勢。Assistant 正由文字聊天變成工作入口。Voice 代表更自然嘅互動 ，research 代表更長嘅任務鏈。兩者加埋，就唔再係問一句答一句咁簡單。當 Assistant 可以聽、講、查、整理，競爭核心就會由模型分數轉向日常工作流程嘅黏性。歐洲 AI 公司嘅定位亦唔同，佢哋要喺語言、私隱、企業部署同地區信任上做出差異。如果 Luchat 可以將 voice、research 同企業功能串埋 ，Mistral 就唔一定要喺每個 benchmark 打贏先有市場。所以 Mistral 呢段唔係單純新功能，而係提示歐洲前沿實驗室會用產品體驗同信任邊界打仗。第五條主線係 XAI 同 Cloudflare AI Gateway。Source 話 Grok Models integrate 入 Gateway， 重點係入口。模型能力再強，如果接入麻煩、監控不足、成本難控，企業都唔會大規模放入 production。AI Gateway 呢個概念就係將唔同模型放喺同一個管道 ，routing、logging、rate limit、fallback 一齊管理。當Grok接入呢類入口，XAI 就唔只係做聊天產品，而係進入企業模型供應鏈。呢個趨勢對用家其實好重要。將來你未必知道背後用邊個模型，但公司會知道每次 call 嘅成本同風險。所以前沿競爭唔只係模型本身，仲有模型點樣被路由、觀察、限流、審計同替換。如果上一代雲服務賣 compute， 下一代 AI 平台可能賣嘅係模型選擇權、治理同可替換性。第六條主線係 Anthropic。Hacker News Source 入面有官方 S1 draft submission， 呢個係重大商業信號。提交 confidential draft S1 唔等於即刻上市，但代表公司已經將上市選項放入正式流程。前沿實驗室一旦走向資本市場，外界會更關心收入、成本、安全責任、客戶集中度同監管風險。呢個會反過來影響產品策略，唔可以只追求最強模型，仲要證明商業模式可以長期運作。同一個 source 亦有 Anthropic Mythos 同 Cyber Workflow 嘅 headline。呢類高風險應用要用非常保守角度解讀，即使未有完整細節，信號都足夠清楚。前沿模型正進入網絡安全、政府同防務級別嘅任務場景，一邊係上市同收入壓力，一邊係安全同責任壓力。Anthropic 呢個例子正好顯示 Frontier Lab 兩面都要交代。所以未來投資者唔只問 ARR 幾多，亦會問模型濫用、事故責任、合規成本同高風險客戶治理。對行業嚟講，呢個轉變好大。AI Lab 由研究公司變成要同時似雲公司、金融上市公司同安全供應商。第七條主線係科學同數學。
Source 有 GPT Rosalind、Drug Discovery、Genomics 同 DeepMind AI for Math 相關 headline。呢啲消息多數係 headline level， 要避免誇張，但方向好明顯。前沿模型正在由聊天走入科研工作流。生命科學入面 ，AI 唔係直接代替科學家，而係幫手整理假設、搜尋文獻、設計候選方案同加速試錯。如果模型可以喺 Genomics 或 Drug Discovery 裏面變成研究拍檔，商業價值就唔再只係 subscription。數學方向亦一樣。DeepMind 支持 AI for Math Initiative， 說明 Frontier Lab 仍然想用 AI 解決深層推理問題。真正重要唔係某一次解題，而係模型能否協助形成證明路徑、檢查漏洞同將抽象推理產品化。所以科學 AI 係一個長線戰場，短期可能小噱頭，但一旦成功，影響會落到醫療、材料、能源同教育。呢一段同前面 Memory、Policy、Gateway 連埋睇，就會見到 AI Lab 已經唔止係做聊天 App。總結這8個信號：記憶變成護城河，本地模型擴散 ，Voice 同 Research 改變入口 ，Gateway 變成企業控制層。同時，監管開始影響發佈節奏 ，Anthropic 顯示資本市場壓力，而科學 AI 就係更長遠嘅應用戰場。如果要用一句講晒，前沿實驗室而家由模型競賽變成系統競賽，記憶、分發、治理、商業模式全部要贏。呢個亦係普通用家同企業最應該留意嘅地方，唔好只問邊個模型最強，要問邊個系統最可信、最可控。下一集如果做 infrastructure 版，我哋就會集中講 GPU capacity、inference cost、本地部署同 agent 成本點樣改變市場。